来乡亲啊，这个民间的信仰，然后代志要来问神，就会跋杯。啊，用来跋的这个杯，就是用竹仔头来做的，俗称竹头杯。嘉义有一个工艺师黄义芬，最后做这种竹头杯，即卖当伫咧北港文化中心来展览伊的作品。 放伫咧桌仔内底的竹头杯看起来金光闪闪，真侪人拜拜拢会跋杯。不过认真讲，上传统的杯毋是用茶落去刻的。人咧跋杯，迄杯拢做歹。啊，咱台湾南部竹头足济，咱就来家己来找一寡纸做起来咧跋才会结，迄声咧跋才会强。竹头杯含即卖茶杯，前插伫咧竹头杯下当用几若10冬。工艺师黄义芬嘛讲，早年台湾的新民桌顶一定拢会放竹头杯。 也毋过即马真罕你看到，竹头杯甲茶杯位的分别，就是讲竹头杯伊这是天然的，杯本来就是一定爱用竹头杯咧跋咧敬祖先啊，才有迄个含义。工艺师黄义芬嘛希望借这个展览会当互大家了解这项传统的文化，嘛希望有人会当将这项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